另外，咱要来看到台东鹿野的龙田村有一条1公里外的产业道路，拢是种植的南林树，过去就亲像是青色的崩坑共款。也毋过最近这规排的树叶啊，煞拢好剪了了。乡公所是表示讲，这是因为旧年风台甲这个树基吹好断去，去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，所以即马毋才会拢甲剪的，烂人一个到就会阁发出来啊。 这规排树啊、树基全部拢风扑掉，甲过去游客一来看到规排绿色的崩坑，伫树荫骹的大路骑自行车也会当倒伫大路上看树顶风景的情况比。即马这歹看的景观，互游客真失望。有树叶比较自然嘛，感觉蛮可惜的，因为就是失去这次最想要来看的点。 这是台东县鹿野乡龙田村的北山路，两边是龙田，早期是产业道路。过去乡公所推荐当地观光，种规排1.2公里的小叶懒人树，营造绿色崩坑的景观。不过去年因为连续风台吹着的小叶懒人，树基啊，互强风吹落伫附近的民家甲农田，造成居民甲农民的不方便。乡公所表示，为去年就接到农民甲居民的抗议，为要解决村民的困扰，即摆用矮化树啊，共化修剪树基。 暂时互景观改变。早啊，无阳，无日头，无迄落，我都砸掉了，无修啊。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当然都会有利跟弊啦。在路树矮化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是经过审慎考虑，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。 有人批评这道式的修剪手法真粗，也毋过乡长强调，这是专项修剪行道树作业，即马可能景观看起来无啥好看，也毋过热天都会开好，叶啊发甲真济景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